起锅烧油，扒了两下，先加点水。今天咱不吃爆头了，整点好的，整点海鳗吃吃，海鳗鱼，整点海鳗鱼汤吃吃啊。这玩意这是男人大补神器啊！来点醋，来点料酒，回来，来点老抽啊！这玩意男人吃的特别好。有没有想吃的？想吃老铁来。下视频开录啊！想吃的话给我点双击加关注，谢谢啊！双击，哎呦我亲娘嘞，这啥玩意儿这？双击，红烧海鳗鱼好了，我给它整一个啊！整口鱼头，吃鱼头有人求啊！吃口鱼丁，吃鱼丁有人敬。唯独大爷大冷蛋喜欢吃中段，我喜欢吃中段，肉多。看有食欲老铁给我个双击加关注，感谢老铁。好，说这个